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荣宗佛教频道里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一个著作。这个著作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尤其是大家是学过藏传佛教的。都是基本上，无论是哪一个教派，一样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小册子的这个内容。这个小册子看起来就是很薄的，只有就是这样，这么小的。而且它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放在你的身上，因为这个还有这个藏文、英文、中文，所以才有这样。如果你这是这个中文的吧，那就是这个1/3。它叫做《佛子行37颂》，其实总共有37颂。他是在藏地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师，叫做吴卓宪撰写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是在讲菩提心的修持。我们在上次也讲过了一个叫三书生，大家应该记得。这个三书生呢，就是根据龙钦巴大师的《如意宝》宝藏里面所讲的这个三书生呢，一个是潜心发心书生，真心无缘书生，结心回向书生。但这个三书生呢，就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大乘的修行，主要是先要发菩提心，然后再要去行持6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再要真的圆满菩提成佛，最后就是要利益众生。这就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终极目标和完成的过程和开设的方式，就是在这里。所以大乘的这个修持呢，先要从菩提心，也就是发菩提心作为一切修持的根本。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个菩提心的概念更行动化，更具体化，更层次化了展现的时候，就是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5种，还有自利利他，那是自然的一个结果，但是利他是主要的目标。但是要利他，也要必须利己自己，不是为了利己而利己，但是为了利他而利己。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先要自度，再度他人。这个在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讲，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讲，因为都是大乘啊。以前的话呢，就是说南传、藏传、汉传或小乘、大乘、密乘。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啊，巴利的体系和梵文的体系，佛教的两大体系。所以这个梵文的体系的大乘佛教，其实全部都是，无论是汉传、藏传，都是大乘佛教。
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大乘佛法的修行的主要都在这个里面。你进入大乘佛法的，无论是你的层次在哪里，无论是你的这个发心有多大，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里面，都在这个里面。而且这个呢，我们的上师噶钦仁波切也特别重视这个佛子行37颂，所以这本书也是噶钦仁波切经常结缘用的专门的一个诗集和这个印刷的一个版本。我也是从噶钦仁波切那边，就是仁波切赐予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呢，我也从小接触的时候，也就是经常呢，这些高僧大德，我们就是到他们那边，然后求一些简单的一些法，他们也经常会做这个佛子行37颂的口传，然后就是教你你要继续回去要读这个佛子行37颂，因为他呢就是又怎么说这个整个内容呢，并不是一种理论的东西的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而且写法呢就是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也就是说浅显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的一种法门。噶钦仁波切曾经有跟我分享过，这是一个2006年我第一次见到噶钦仁波切的时候，噶钦仁波切有这样讲。我当时因为之前呢，仁波切有机会去到这些北京啊，或者还是当时还没有离开这个藏地的时候吧他说他遇到一些共产党员啊，一些干部啊，这些，他说他有时候会给他这个佛子行37颂，还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不信佛，但是如果你要做人，要做好人，或者你想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真正有帮助的一个这么说好的一个领导的话，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才就可以做到。所以仁波切非常是有这种三教方便的，但是你可以不信佛你可以不拜佛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就可以学习他的这个里面的道理，这个对你的工作有很大关系。所以确实是这个佛子行37颂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著作。我们藏地呢都是也在喇嘛们呢肯定是朗朗上口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修行。有些呢比如说比较理论，比较哲学，比较讲的比较怎么说不是一般人可以能明白的，就是对于一般来讲的话就有点距离的，因为太专业了。所以但是佛子行37颂就不是这样。那它为什么叫佛子行呢佛子行，佛子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三个字三个字名，三个儿子，他所生出来的三个儿子，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些是从精神的一个关系，一些是肉体关系。比如说罗诃罗，佛陀还没有出家之前的这个他的唯一的肚子就是罗诃罗尊者，后来他是阿罗汉，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也是这个16阿罗汉里面的其中一个。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身子血缘关系的身体的这个身子。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将一个怎么说
因果缘起善恶趋势的基本的佛法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度化的对象，这就是声闻，也就是阿罗汉呐、舍利子、目犍连、阿难等等的那种声闻独觉，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玉子。因为释迦牟尼佛的透过释迦牟尼佛的开始的一个教导，然后让他们就是证悟了，所以这个玉子。但是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叫义字，明白吗？义字啊，义字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密意，真正的这个内心究竟智慧的拥有者，就是菩萨。所以这三种里面经常叫佛子的，就是唯一有菩萨有这个。用现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头衔。佛则是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儿子当中，唯一菩萨可以用的一个头衔，所以叫做佛子啊，佛子是这样。那佛子心是什么？佛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子，菩萨心就是行者，他们要执行的，他们要实际落实于他们的相续的，他们成为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修行，所以叫做信。还有这个总共有37颂，所以就37颂。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和 OK 观世音菩萨也有特别关系的，所以这个著作的一开头就是用定力观音世音菩萨，藏文也有南无罗格修勒呀，就是定力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你要成佛，就要行持般若波罗蜜多和反正六般若蜜多。可是呢，你要行持六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六度呢，那就是要发菩提心。可是你心上需要这个产生菩提心，升起菩提心的。你要升起菩提心呢，有一个基本怎么说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大爱、慈悲心、无缘大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对于所有众生就是一种平等的、无私的、无造作的爱，才能升起菩提心。这个爱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观自在菩萨，就是一切佛菩萨的慈悲的化现，所以先要祈请观世音菩萨，也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慈悲的象征嘛，所以就是顶礼观世音菩萨。从这个开始。但是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呢，我们如果要讲的话，从头到尾要讲就不可能，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打算是这是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这么一个书生的一个小册子的，而且其实它有藏文、中文、英文版都有，你在谷歌里面也可以找到完整版，不是一定要等待有一天拿到这本书才能你可以读。还有也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的讲解，如果你要学的更仔细一点的话。所以呢，这里说此是什么行得下满人生川，唯独自他脱离轮回海，白昼黑夜，细节不三义，闻思禅修乃是佛子心。
一开始就是这样。他说：“哦，我们现在能够获得一个这么珍贵的一个人生，是来之不易的。就像一个 OK，这几天大家都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在阿富汗的那个机场，国际机场，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军用的一个飞机嘛，那个里面本来又安排了140个位置，他们只是在那边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就是那些大使馆相关人员要离开这个阿富汗的。结果呢，就是所有这个就是这个阿富汗斯坦的这个难民吧，就是涌入到机场，强制要这个上飞机，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大家知道那个塔利班已经占领了他们的这个总统府，所以原本是有100多个位置的，后来呢做了好像460个人拥挤在里面，就离开了。如果当然我们不谈这个设计的背后怎么样这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场面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心理呢，就是他们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真的有极大的这种他们觉得今天就是一种变天，他们觉得一个黑暗的开始。如果他们是这样的开始，如果他们要就是离开，不愿意待在这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不愿意继续待着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能坐在这样的一个飞机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飞机只有一架，就算那个时候呢，就是特别开放了，没有让他们就是赶出去，但是还是就是几百个人。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场的画面，应该是飞机的这个周围的那些人，就是在机场的这个应该有就是几千这个几万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就是如果这样能够做一个舒舒服服的能够坐上飞机，然后飞到安全的一个地方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以前没有飞机，但是呢，以前的高深大的很多入行论里面也是用船来比喻。比如说你在这个海洋里面，然后就是要顺利的要到达彼岸，另外一个你的家乡或者要目的地的话呢，你要坐上一个好的一个船，才能有办法。所以你就是有了现在的这个有头脑、有健康、各种各样条件，有好的条件，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这样的这个人生的话，那就是可以有希望成佛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观400论里面也有讲可能你就是学习了中观，学习了空性智慧，有可能你就是精神会成佛。就算精神不能成佛，你下意识的时候，就像那个银行里面的这个钱一样，你自己就今天你存在银行里，你明天可以去拿的那种，就是你下意识也可以在你的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就是这个法是永远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这个从这个来开始，所以要唯独自他脱离轮回的海的话呢，那就日日夜夜非常专注的要闻思修。闻思修就是要听闻佛法，就是要去寻找这个善知识，要听佛法的这个课程，佛法的内容，然后要自己去思维佛法的这个内容，然后去修持佛法的精神。
就是这样开始的啊，这个著作就是这样开始的。那还有里面有一个无始以来对我恋爱者如母若苦，而我怎能乐？因此唯独无边有情中，发菩提心，乃是佛之心。所以说，你无始以来的怜悯你、爱你、恩重如山的这个众生，都如果还继续受苦，你一个人解脱了，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在战场上，比如说你是一个勇者，你是讲义气的一个人的话，怎么说呢？比如说今天在一个脱离的现场，你的所有家人父母都是被那种敌人虐杀等等，然后你一个人能够就是离开这样的一个地方逃出，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所以呢，因此我们要为了度化一些众生，所以要发菩提心。所以就很多这种啊，在这个里面也有若不驯服，饥者成恨地，二去相负外地，地犯增。是故因以策人被民君，调剂内心，乃是佛之心。我们不讲更多了啊，这样的话就是下次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学了，已经全部都一口气学完了，不好，开玩笑啊。但是这里说如果你不调伏自己内心的嗔恨，你今天觉得他对我不好，那个对我不好，他对我不好，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可是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好好的驯服，没有好好的调伏你自己的嗔恨的话，如果你就是认为是杀外在的敌人，就像美国啊，全世界是军事力最强，科技最发达，最有钱。可是他们在中东，比如说在阿富汗20年的这个战争，其实他们不但没有减少他们的敌人，现在呢就是又是他们的敌人，现在就变成阿富汗斯坦的那个天敌，肯定是将来他们的敌人会一直会增加的。这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呢，二去相负外地，第一呢，反增，就是反而会增加。我们经常也是，比如说你对一个人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一直搞这个关系越来越不好，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呢，那你就可能是一生都陷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搞来搞去，一直不愉快，一直增加你的敌人，一直增加你的烦恼，一直增加你的痛苦，一直增加你的嗔恨啊。所以这是故就是因此之故，应要以此仁慈和悲悯的君来相辅调伏自己的内心。光我们就如果学到这一句，就其实是已经够用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你每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或者工作前，或者在就是去上班的时候，在路上坐公交车，你就念一遍，然后就收起来。我相信对你一天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态度思维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的。阿弥陀佛，感谢。南无